馬來西亞巨額財富謎團，當地時間3月3日，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舉行了一場特殊的新聞發佈會。在全副武裝的警衛保護下，上百捆現金、10幾公斤金條和各種名貴珠寶奢侈品被擺放在一張數米長的桌子上展示。反貪污委員會主席阿扎姆巴基宣布，因涉及7億林吉特政府資金貪腐案，伊斯梅爾薩布里已被正式列為嫌疑人。伊斯梅爾薩布里在任期間正值新冠疫情嚴重時期，他上任伊始便提出 Keluarga Malaysia 的口號，鼓勵馬來西亞人放下分歧，在艱難時期團結一致。2024年12月，反貪污委員會根據反貪污委員會法第36條規定，要求伊斯梅爾薩布里申報其資產，以配合調查對其在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擔任總理期間宣傳資金的使用情況。2025年2月10日，伊斯梅爾薩布里的申報正式被確認。2月21日，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展開進一步的行動，在對伊斯梅爾薩布里的3處用於藏匿物資的安全屋進行突襲後，檢查人員發現了多種貨幣的現金，包括泰銖、沙特里亞爾、英鎊、韓元、日元、新加坡元、歐元、瑞士法郎和人民幣等，總價值1.7億林吉特，其中馬來西亞貨幣僅佔1400萬林吉特。此外，檢查人員還發現了16公斤金條，價值約700萬林吉特，以及鑽石首飾和各種奢侈品牌名錶等。在查獲巨額資產當天，伊斯梅爾薩布里任內的4名高級官員被捕，包括其前私人秘書納齊馬哈希姆。反貪污委員會稱，逮捕這4人是為了協助進一步調查伊斯梅爾薩布里執政期間多起與腐敗有關的案件，依據違反貪污委員會法第16A 條和2001年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和非法活動收益法。除了沒收的現金和黃金等之外，反貪污委員會還記錄了與本案相關的31名證人證詞，並凍結了13個相關銀行賬戶裏的933萬林吉特資金。突襲行動的次日，65歲的伊斯梅爾薩布里在吉隆坡的家中因高血壓昏倒，隨後被緊急送往醫院。據助手透露，暈倒後，伊斯梅爾薩布里一直在吉隆坡的一家私人醫院接受康復治療。以健康為由，伊斯梅爾薩布里缺席了3月5日和7日的質詢。此後，伊斯梅爾薩布里連續多日被傳喚至反貪污委員會。截至3月24日，伊斯梅爾薩布里已經7次前往反貪污委員會大樓接受問詢。有分析認為，除非伊斯梅爾薩布里最終能證明自己無罪，否則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此終結。